家己的大拿较早因为交通利便，戏园、旅社地点嘛是真多，娱乐事业是该发展。因为时代变化，才豆豆啊落座。即阵到在地人办讲座、市野和歌舞厅的表演秀，要来恢复过去的光景。台语台青春咱的梦，下暗7点半要带乡亲来看家己大拿新的活力。哦，这是以前的猪肉摊，很漂亮。侪侪民众会伫咧休困日去台湾各地市街庄仔头佚佗，各所在嘛有袂少在地人自愿来介绍故乡的特色。伫咧头前讲解讲明显，伊为10月当前就利用家己有闲的时间，亲像迄阵已经拍好20几档的万国戏院，当作是小旅行的基地。一个人我嘛带，3个人、10个人、100个人我嘛拢带安尼啦。所以就是安尼一直做。所以你看嘛，安尼切安尼算起来，我嘛算起来嘛，过若清场咧。家己大拿地理交通利便，过去有真侪戏院、旅社地点啊，娱乐事业该发展。因为时代演变，煞渐渐没落，在地人就以这个元素来做推广，互强要衰微的所在开始有新的刺激甲变化。老一辈的人可能拢想讲，恁少年人拢是咧创啥，看拢无，这做这敢有效？毋过因拢毋知影讲，即摆时代在变。就是阮爱去做，毋才会知影讲，这有效啊无效啊。为着要互一般人更较熟悉大拿，在地青年打造自媒体来行销宣传，地方的先辈嘛真支持，鼓励因而且生活正经，发展事业。咱家己住伫遮，咱就知影这个所在无偌好啊，咱就知影这个所在问题足济啊。第二就甲你讲甲无，你只要留落，你继续做，你就有机会。机会是爱家己创造。无共的世代有无共款的光景，少年人留落来做伙拍拼，才有机会改变故乡。而望你我拢好，大拿才会好。记者吴庭宇、林建如家己采访报道。